大家好，我係天恩，我係羅班，我係 Penny。天父愛你，主耶穌愛你。你愛唔愛主呢？而家等我哋用說書嘅時間，安靜我哋嘅心靈。而家就等我哋一齊靈修，一齊踏上同主相遇嘅旅程。如果喺當中有被經文或者分享感動嘅，請記低。而家請細心聆聽主嘅話語。馬太福音27章33至50節。到了一個地方，名叫各各他，意思就是髑髏地，並定拿苦膽調和的酒給耶穌喝，他嘗了就不肯喝。他們既將他釘在十字架上，就拈鬮分他的衣服，又坐在那裏看守他，在他頭以上安一個牌子，寫着他的罪狀，說：這是猶太人的王耶穌。當時有兩個強盜和他同釘十字架，一個在右邊，一個在左邊。從那裏經過的人譏誚他，搖着頭說：你這拆毀聖殿3日又建造起來的，可以救自己吧？你如果是神的兒子，就從十字架上下來吧。祭司長和文士並長老也是這樣戲弄他，說：他救了別人，不能救自己。他是以色列的王，現在可以從十字架上下來，我們就信他。他倚靠神，神若喜悅他，現在可以救他，因為他曾說：我是神的兒子。那和他同釘的強盜也是這樣地譏誚他。從午正到申初，天地都黑暗了。約在申初，耶穌大聲喊着說：以利，以利，拉馬撒巴各大利，就是說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為什麼離棄我？站在那裏的人有的聽見就說：這個人呼叫以利亞呢。內中有一個人趕緊跑去，拿海湧蘸滿了醋，綁在葦子上，送給他喝。其餘的人說：且等着，看以利亞來救他不來。耶穌又大聲喊叫，氣就斷了。喺古希臘神話當中，英雄普羅米修斯被囚禁喺山頂之上，用鐵鏈鎖住，而且被判無期徒刑。每一日都會有隻大鷹嚟到佢嘅面前食佢嘅肝臟。赫米斯就話俾普羅米修斯聽，若然冇一個神願意出嚟代替佢受刑罰，甘願為佢落地獄，咁佢就唔好指望自己嘅苦難會得到結束。根據呢個神話故事之後，真係有一個公義嘅智慧神奇諾犧牲咗佢自己，救咗普羅米修斯脫離磨難。由某啲方面嚟睇，呢個故事有啲類似耶穌為我哋死喺十字架上嘅情景。人被罪惡捆綁，若然唔係神親自代我哋受死，我哋就冇希望擺脫罪債。咁樣嘅事就發生喺耶穌身上，佢係神嘅兒子，代替我哋受死，為我哋嘅罪擔負咗刑罰。喺羅馬書5章8節講到，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，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。經文講到，耶穌為我哋開咗一條路，等我哋由永遠嘅懲罰當中得釋放。縱然我哋用上百日、千日、萬日，都講唔盡基督為人類嘅罪受死嘅意義。耶穌受死嘅意義係幾咁重大，我哋根本冇辦法測透。只係我哋係咪已經認罪，求耶穌基督做我哋個人嘅救主呢？倘若我哋仲未係，而家就係最好嘅時候，相信耶穌基督，我哋就會明白乜嘢係因十架得自由。親愛嘅天父，因着耶穌道成肉身，背負我哋嘅罪孽，我哋本應毀滅嘅靈魂，因着基督嘅救贖，反得永遠嘅生命。求你幫助我哋嘅心去相信基督，等我哋唔好再被罪奴役，以致我哋可以得着救恩嘅自由。我哋嘅禱告奉我主耶穌基督得勝之名祈求，阿門。詩歌自由飛翔。